你諗下，如果係真實啊，有個黑幫着草去荷蘭傾生意，然後俾人殺死，佢死之前會講咩？古惑仔又唔講粗口，又唔食煙，香港啲古惑仔仲話好睇。你睇啲古惑仔電影，你睇哇，任達華又有型，鄭伊健又有型，走出嚟可惡啊！任達華游早水添嘛，仲要我真係蔣生去到荷蘭都唔對數。我哋有啲朋友去荷蘭唔飲酒，佢都買啲大麻朱古力食啦。咪咯，如果係真實有個黑幫分子着草去荷蘭，佢懟重草。古惑仔嘅蔣生就記得同我報仇好立咁樣講啦，但係唔係中槍嘅蔣生，真實如果真實咁樣發生，林星蔣生死咗，開心得滯，唔係懟住，係咪噶？係咪咁滑稽噶懟咗？好開心嘅。今日翻到嚟香港咯，翻到香港大飛啊、靚坤啊、陳耀喺晒度，蔣生臨死有咩遺言啊？佢話。